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皮叔。今天是2025年5月1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、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。今天是5月1号，截止到今天，除了十几家上市公司以外沪深共51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2024年年报和2025年一季报。根据新浪证券的报道，也就是上市公司交出了2024年的成绩单以及2025年一季度的这个期中考试成绩单。这个成绩单怎么样？根据这个成绩单，你就知道2024年胡适的走势为什么是这样啊？如果这个成绩单可信，你就知道2025年会怎么走。为什么它没有到14000点？为什么它没有到4000点，而是还在这徘徊？因为成绩不行。这不是你吹，你是出什么政策，你必须要让它到4000点，你要给3万亿多少万亿把它拉到那个点，没有意义。根据统计，2024年沪深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71.8万亿，同比小幅下滑0.7%。大家记住了，那2024年还有多少家上市公司上市了呢？上市公司家数增加了，但是营业收入却下降0.7%。我们假设都是做的数据都是真的，净利润5.2万亿元，同比下滑2.3%。2024年整个的利润比2023年下滑2.3%。那你想想，有什么理由要求2024年你是指数比2023年高呢？有什么理由要求2024年比2023年走得要好呢？是牛市，因为你2024年业绩比2023年还差，新增加了那么多上市公司，结果你的赚的钱反而还少了。咱们胡适整个的市值大概在90万亿，就这么一个水平，90万亿的市值，5万亿的利润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你要算到5.几的这个收益率，74%的上市公司实现盈利，那也就是还有26%的上市公司是在亏损，48%的公司盈利正增长，也就跟2023年比，有48%的公司的利润盈利是在增长的。你要反过来看呢，就是更多的公司比2023年利润是下降的，52%的盈利是在下降嘛。说总的看，2024年上市公司业绩保持韧性，近3/4公司盈利，近50%利润增长。这个反过来看，就说明2024年上市公司业绩不咋地。他说保持韧性，业绩好就是好，高歌猛进。什么叫保持韧性？就是跌的不多，近3/4的公司盈利，近50%利润增长，那就是还有1/4是亏损，对吧？还有50%的是利润下降。那为什么他中金公司研究部他认为胡适上市公司有多个积极的迹象？看他的成绩单，一个家长把你成绩单一看，这表现还不错，有哪些优点？他优点有8个，但是咱就不一个个念了。他总体上说，去年3季度以来，国内系列稳增长政策推动下，出了哪些成就呢？一个，金融业加速回暖，居民消费持续恢复，出行物流日益火热，出口出海进程加速，带动上市公司业绩显韧性。2025年上市公司一季报营收利润增速改善，业绩持续修复。刚才说了，2024年业绩实际上就是不怎么样，跟它现在的点位完全相称。你跟2023年比，你还下降了吗？对吧？净利润下降2.3%，你现在比2023年点位还要高，你还想它往哪儿涨？我一直说，但是资本市场的主体上市公司自身不行，你老吹它涨有什么用？我们再看看所谓的2024年业绩保持韧性的优点，现在都怎么样？一个说金融业加速回暖，大家也知道，我们前10名的上市公司赚钱最多的前10名里面，好像是6家是银行，前20名里面有10家是银行，基本上看银行里面最大的就是工行、建行4大行，稳住了2024年的业绩。这些大家伙，但是那是2024年、2025年一季度，这些银行疲态尽显，已经不妙了。国有4大行一季报全部暴雷，中工建3家净利润全线下滑，工商银行净利润下滑4%，建设银行净利润下滑4%，中国银行净利润下滑3%，农业银行净利润增长2%，交通银行净利润增长1.5%。这个6大行里面4大行一季报全部是下降，也就是银行也顶不住了，银行站岗也站累了。这个我一直在节目中说，去年就说了，这个银行的报表你可以粉饰，但是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啊。这个银行业利息不停的走低，净息差一定在缩小，再加上金融业要支持实体产业，我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总共的利润是5.2万亿，其中金融股就占了2点几万亿，剩下的5000多家上市公司一共是3万亿。这5000多家里面还要算上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、中国电信、中国铁建、中国建筑，这什么概念？对吧？如果把这中字头的再去掉，你剩下的还有4000多家、5000家上市公司，那简直
就是垃圾。你都难以想象，这个5000多家上市公司都是一些什么货色。你把银行去掉，银行一共40家，把中字头的去掉，剩下的就不能看了，就惨不忍睹。那现在银行1季度已经不行了，那它2季度能好起来吗？如果大家认为它2季度能好起来，那它好起来的理由是什么？是息差扩大了吗？还是韭菜又纷纷的去贷款买房，把银行的钱都背走了，给银行打工做贡献？所以说2024年金融股还做了一些贡献，稳住了。那2025年你不能指望金融股了，不能指望银行，银行不给你拖累就不错了。银行真的是扛不住了，银行也很累，先休息一会儿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上升。那第二个说出行物流日益火热，出行物流我们看看航空公司，典型的就是航空公司嘛，出行嘛。截至4月30日 A 股所有上市航空公司均披露2024年财报和2025年一季报，国有3大行中国国航、中国东航、南方航空一季度分别亏损16.7亿元、9.95亿元、7.47亿元，这简直是当头一棒。这一季度这个3大航空亏得更狠了，出口出海进程加速。这个一季度显然再说这个就不合适了，出口出海进程加速，你赶上了特朗普的叫什么贸易战、关税战，特朗普美国解放日，你不能说在贸易战的情况下你出口还增加了，咱们跟俄罗斯的逻辑是一样，打仗了他经济还好了，被美国和欧盟制裁之后他经济更好了，越打越有钱，越制裁越富裕，这个只能是自欺欺人。所以你看他说的2024年这个优点，2025年一季度统统不存在，反而都是缺点，优势已经变成拖后腿了。2025年胡适怎么走，大家心里有数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说胡适完全可以不看基本面，就是自己瞎炒，跟赌场一样。对，你要抱着这个观点也可以。你要脱离基本面，你非要让它到5000点、14000点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那有很多人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很多人理由说胡适这个投资者有2亿，让这2亿人赚钱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拉动内需，就是可以提振消费。那为什么非得是这2亿人？那还2亿多农民，那不更需要钱吗？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提高一下这个退休金呢？是吧？尤其是接济赌徒，为什么不能去接济那些贫困的人呢？而且那些人是应该接济的，是你欠人家的。赌徒，这国家可不欠赌徒啊。所以你看，从这个业绩来看，从上市公司的成绩来看，它支撑4000点吗？它能支撑5000点、6000点？能支撑走牛市吗？你的资本市场里面最赚钱的居然是银行股，这个简直让人理解不了。就全世界所有的资本市场，银行股的表现都不是最好的，因为银行它赚钱就那么点手段。你看美国领涨的是科技7巨头，人家无论是利润还是市盈率，那都远远高于银行。这美股无论是纳斯达克还是道琼斯，里面最赚钱的不是银行，而是这些科技股。而我们资本市场利润来源主要是靠牌照，银行就是牌照，中国移动就是垄断的。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、中国电信3家，你能跟他抢饭碗吗？你抢不了。中国石油、中国石化，你能抢得了吗？也就是说，咱们资本市场利润主要来源于垄断、牌照，它不是来源于科技创新。就还有50家 A 股上市公司触发退市风险警示。近日 A 股市场退市警报频繁拉响，截至目前，已有超50家上市公司因触及退市风险警示相关红线，被戴上新 ST 帽子，引发市场广泛关注。退市风险警示集中爆发，财务指标呈重灾区。也就是说，不光这个好学生不咋地，好学生靠开小灶，靠一些不光彩的手段，成绩粉饰的还行，但是这个坏学生越来越多，要退学的，对吧？人家统计一下，就有50家要退市。此次触发退市风险警示的50余家公司中，财务指标不达标是主要导火索。根据退市新规，上市公司若连续2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值，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，将面临退市风险警示。也就是2个条件，一个是你是连续2年不赚钱，是赔钱的，你的营业收入又低于3亿，你说这种公司你不退干什么？你要在资本市场待着干什么？所以这样的公司要退市，结果符合这个条件的有50家，多家公司因主营业务持续萎缩，市场竞争加剧，导致盈利能力大幅下降，或是盲目多元化扩张，引发资金链断裂，最终陷入营收与净利润双滑铁卢的困境。除了刚才这个因素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审计意见非标，也是触发退市风险警示的重要因素。部分公司因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、财务核算不规范的问题，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，进而触及退市
风险警示红线。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做的财务报表，审计机构不给你背书，说他看不懂，就是无法表示意见。还有一种什么，人家审计机构直接说了，你这个报表不对，就是否定意见。无论是无法表示意见还是否定意见，那说明你这公司问题多多，你是自说自话，你拿出来惩戒，就像某教父超市，你那个报表谁敢给你背书？你不是自说自话吗？这审计机构只能说无法表示意见。此外，还有个别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、信息披露造假、财务舞弊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，导致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退市什么意思？一个公司一旦上市以后，它就变成公众公司。公众公司就不是你大股东一个人的，不像某个教父超市，你又不是公众公司，所以你想怎么说，那公司是你一个人的，或者是你们几个人的，它不是公众公司。一旦到沪市上市了，就变成公众公司。你看它的股份有7、8万人，股东有7、8万人，这一般的公司啊，有的公司大一点的就30万、50万股东，所以它是个公众公司。退市什么意思？退市就是你还是个公众公司，因为你的股东还是那么多人，你不是股东退市，还有一个相对概念叫私有化。我们先说退市，那退市就是说你只是你这些股份不能交易，不能在这个二级市场，不能在沪市这儿每天早上9点半一开盘就能买卖。退市是说你到一个3板去，你已经不能像以前主板那么交易了，你再交易，它交易制度不一样了，你就相当于没有交易。你虽然退市了，你还是公众公司，所以只要你是公众公司，你就得每年要公布经审计的财报，你得负责任，也是有要求的。这就是退市，不是说你的公司没了，也不是说你这公司就注销，也不是说那些股东就自动的把股票卖掉了，跟你没关系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拿了1万股还是1万股，你拿了8000股还是8000股，只是你拿着8000股，你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卖了，你找不到买家，这叫退市，退出交易市场。还有一个私有化，私有化什么意思？私有化把那好几万股东你们退出，有人把你手上的股票买了，这时候这家本来有公众持股的几万股民的这种公众公司啊，它又变成几十个人的公司，股东恐怕就几个人、几十，反正不超过100个或者200个，它又变成个私有化的公司。私有化公司那就更不能在交易市场交易了。完了之后，你私有化了之后，你就可以你想怎么披露怎么披露，你爱说你赚多少钱，没人管你。你是私人公司，你说你今年我不想赚钱，但是我一不小心又多赚了10个亿，没关系，随便说，反正有人信。你说我的员工这个平均工资都是1万，没毛病。你说我这个理货员、营员、清洁工扣掉这个税发到手1万1个月，你随便说，反正肯定有人信，因为你是个私人公司，你没有这个义务，你没有这个责任向公众披露你的财务状况。换种说法，就是你一切说法都可以叫宣传，你不用负责。但是公众公司就不行，你要敢说你平均工资是1万块，那到时候人家就要看你的报表，你的员工成本这一项支出是多少，平摊到每个人头上是多少，你敢造假吗？造假就立案调查。总之有50家，就目前有50家马上要退市，这个力度还是小了一点，要加大力度。今天5·1，今天一个更大的瓜，其实实际上更大的瓜是一个副村长被抓了。2025年4月30日晚8点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建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王建军任证监会副主席4年多，升任到副部级官员呢，已经超过5年。他是在副部级这干部的任上被抓。王建军他在证监系统已经工作了28年，证监系统里面各个重要岗位他都轮过，当过深交所的总经理一把手，当过云南证监局局长，也就是他履历非常完善，广告发行、广告审核。根据财经网的说法，对于王建军被查，市场大多感到意外。什么意外？以往像这个级别的官员被查，前面都多多少少有一些传言出来，有时候传了2个月，有时候传3个月，有的时候传更长。大家记得最出名的就是你懂得传了多长时间，最后答案揭晓。而这个王建军好像没有任何风声，突然就被抓。当然了，最近这有那么2、3个月，王建军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，怕查恐怕不是1天2天了，配合调查呀，应该有一段日子。但是没有任何传，也就是说，王建军这个人恐怕毁誉参半。也就是在一般人看来，他非常这个叫锐意改革。他在深交所当总经理的时候，正好是创业板注册制，很少有他的传言。但是就这样的人，5·1突然被拿下，所以大家都纷纷猜测他到底犯了什么。但是也很有可能他是别的案子，因为这最近证监会不出了很多大案嘛，可能是别的案子牵连。我想说的是什么？这个王建军好像
他挂在嘴上的就是严监管，对这个做假账他是深恶痛绝。因为王建军本人好像这几年一直是全国人大代表，所以他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，大家不就提案吗？他是连续3年在全国两会上疾呼让欺诈发行者倾家荡产，推动刑法修订，将欺诈发行罪划入金融诈骗罪范围，最高刑期从15年提至无期，罚金制度改革，将罚金比例从募集资金1%到5%大幅提升到20%到100%，明确关键少数责任，就是要求实控人、保荐人等承担连带刑责，破解顶格60万困境。什么意思？过去上市公司无论犯什么错误，反正最高罚款就是60万，不超过60万。后来把这个顶格60万这个突破跟他都有关系。王建军说，资本市场就像足球赛，既要严惩假球黑哨，也就是监管，也要让观众拿到退票钱，就是赔偿。其构建的事前预防、事中监管、事后救济的法治框架，已成为证券执法体系改革的重要蓝本。我说这个什么意思？就这么一个人，天天喊着要严监管，让这造假的人倾家荡产，结果自己进去了，这是黑色幽默啊！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资本市场搞了30年原地踏步的主要原因。这个给人感觉有点贼喊捉贼，你让老鼠去守粮仓，这结局大家都知道。这样你认为胡适还要涨到什么1万点，还要走慢牛、走牛市？这个想的太多啊！他可是证监会副主席，已经干了4年了。所以说综合这些因素看，2025年这个胡适不要想太多，还是要认清现实，不要抱什么幻想，不切实际。如果他被吹到了4000点、5000点，那到时候摔下来更严重，摔得会更狠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